今仔日是3月12欢迎大家来参加第24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的主题是伫母语趴远的世代，超找台湾人。这个题目实在是足感心的啦。这互我想到讲，过去30当前我伫洛杉矶拄好当咧编这个台湾通信的时阵，当时会晓写台文的人，我捌的可能无超过10个人。所以咱这边主持人金华姐，伊和这个题目，我实在是真正会当感受到伊的心情啦因为人真少，所以你若找到几个会晓写台文的同志拢足欢喜的啦。所以这30当来，因为经过台文通信我熟悉真侪本地无机会通熟悉的朋友啦包括这个吴医师、陈瑞先生秀万姐这个加拿大各位的编辑甚至讲陈明仁、陈芳辉而且可能我咱若无办台湾通信永远袂当熟悉啦总是因为行入去这个台语文这条路，大家怎变做讲，虽然久久较见一遍面，总是嘛是大家听做好朋友咱即马开始差不多3个月来咱有开始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我想即个范围会当更较扩充，因为过去咱干那用文字尔，即马毋定干那限伫文字咱即马嘛是会当讲用即个语言会当用有声阁有影安尼而且大家来互相来沟通我是爱甲讲即马咱的即个台语文论坛已经进入去一个新的网络的世代啦好，安尼无我下骹我就甲时间交互即个金华姐我和金华姐是伫即个3当前伊来美国参加第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的时阵阮熟悉感觉讲伊做人真热情啦真有礼数虽然阮过来就无啥机会通见面，毋过伫面册中间不时看到伫遐安尼为台语咧走总按幼稚园到大学实在是为台语做足大的贡献啦伊今仔个招几若位伊的好朋友拢是台湾人要来甲咱分享因的成果。好，无金华姐你请。多谢梁光兄小解因为今仔日会当安尼参加这个论坛实在是感觉真欢喜啦。这个议题嘛是想足久的毋过同个会当形容阮的，应该就是这啦就是这个议题安尼所以我即马就用我的相片一寡哪看哪讲啦，等于嘛开讲安尼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安尼好，我用我的PowerPoint。安尼有咧走无？手无看到，无看到。安尼有共用入去无？有啊，有啊，安尼有啊，有咧走未？无看到。哈？无，佮无看到。我为共用入去啊。对啊。嘿啊。即马有。即马有啊，来，安尼好。这迄工出册。来，安尼我用这个好，我即马这个议题就是伫讲咱伫旁远的世代憔悴啦其实台湾人。我这个议题我用2个名，其实这是阮2个人为一个个人到想要做工课，需要有气力了阮就用这个工作室安尼啦所以这就是阮当时设计这个工作室。这个工作室的这个内底你有看到这个头，就是迄阵我嘛拄捌罗马字安尼落去甲伊设计就感觉足有梦的，感觉讲台语会出头而且是用罗马字写的安尼啦好嘛想要到讲，原来我家己是遮尔爱日头花我的被单，我的
卡顶足侪物件拢无意中拢看到讲哦，原来是一头花安尼啦吼，所以就号即个名。啊了后，阮用即个名，就是也拄啊好有买一间厝吼，啊，就转菜空棒，啊，阮的决志就是讲要来做台语的事工，哦，啊，甲即个台湾土地，哦，就是会当，哦，即个台湾咖啡足好安尼吼，所以阮就号即个名，啊，即个教室就开始运作起来，哦，即就是阮兜的外口，嘿啊，啊，就是有即罗马字啊，吼，啊，即土地安尼吼，啊，即教室内底。即间厝就是变做一个教室，会当来做土地甲声音安尼对话啦吼，所以这是一个场所。啊，这是教室，啊，毋过佫有一个园仔吼，就是人遐又有一个园仔，所以阮安尼做伙在做遮个工课时，有真侪互阮有气力的物件，定定会开讲会讲安尼吼，侦查吼会小较久啦，所以做代志毋免做匆忙，就是豆豆仔做，有一个根基安尼吼。啊，咱就是职业甲事业爱分好清吼。咱做台语应该是职业啦。啊，就是呢，伊诶个性就是讲，啊，迄工课吼，若迄落少年也是啥会晓做去做，无人做诶吼，则叫我去做安尼啦吼。啊，所以伊上接讲诶话就是啊，顾即拍火莫欢喜啊。阮诶角色应该就是安尼，所以阮即个日头火诶缘由就是安尼啦。所以阮就继续敲找有志啦吼。啊，咱就看到遮园仔会当生出一物件，啊，这是可可啊吼，嘿，啊，我宜兰人吼，我宜兰人查某囝，啊嘛，因为做台语早去读册吼，啊，少年诶时金马好小姐吼，啊，种种遮会过去吼，就是讲有一寡诶机缘啊，会当互我诚做即卖诶我安尼吼，啊，继续咧学习，嘿，啊，咱即摆嘿，就是台湾罗马字协会常务理事吼，副会长，啊，台湾协会理事长，台湾笔会吼，啊，甲即个。社区大学遮吼，我有参与理事吼，啊南社，啊咱即摆就是专心咧教台语安尼吼，伫幼儿园教到，我定讲为3岁教到80岁吼，啊我诶趣味就是用即个创意教材啦吼，嘿啊其实即个是咱诶背景啦吼，后壁生活遮诶吼，你看即阮诶故乡足水诶吼，嘿啊这是我少年诶时阵，你就是讲即个骑奥多摆，这是一个勇气诶象征啦吼，嘿啊是讲咱。安尼，即个车是一个，逐工伫外口跑，其实诚济嘛是危险，也是讲你想袂到诶代志吼。人生就是足济安尼，所以就是讲，学着食物件，就是讲穿共一领红衫，其实真济代志是生命共同体啦吼。咱做台语其实嘛是有真济失志，也是无好诶时阵，毋过咱若做伙吼，咱的生命共同体气力就出来，安尼吼。一直到我拄着中华主医生吼，这是伫第一社区大学，嘿，高雄市第一社区大学，啊去学台语，啊了后，的人生有改变安尼吼，所以这是一个我生命中真重要的一位贵人吼，中华主医生，啊一路甲咱牵绳。第一个看到这种课本，正经吼，真欢喜啦，是讲会使写出宜兰腔，啊毋过遮内底即款字会安尼写甲拢全罗马字吼，正经嘛真。爱就认真去学啦吼，所以这个过程咱嘛会当体会。所以落尾我会佫出一寡册吼，嘛是感觉讲伫学的过程确实是有诚大的压力安尼啦吼。啊，张医生招我入大陆会了吼，啊，真正就是一档一档一直感觉人的生命甲需求啦吼，即爱平衡。生命真短，毋过咱要做代志足济，所以着去读即个吼，迄个台文所，嘿，啊了后伫即个。进前，咱搁伫个城大吼，拄着蒋玉文教授，啊，迄阵就是有一个运动的精神啦吼。教授就讲啊，分会长啊安尼，所以我甲仁兄就参加分会长，安尼，阮就是为即个台语吼，才开始安尼做。啊，对蒋教授来讲吼，伊就是越南专家嘛，所以为迄边考倒来做，嘛是一种技巧啦吼。嘿，啊，对伊安尼到呾，就是真济代志吼，伊就是。就是真有一个运动的精神，为着要达成一个救台语的愿望吼，安尼就是运动的精神吼。所以连伊的细汉较细汉，即张相片顶阿伟今仔日看到4年啊吼，啊迄阵较细汉是实在正讲是伊佫还未结婚的吼，一路拢是看到伊有运动的精神，迄个精神就是为着台语咧拍拼啦吼，所以真济友志就安尼会牵活来吼。嘿，啊，所以阮安尼做伙做。啊，我伫大陆会吼做秘书长6档吼，遮当然有真济先进啦吼，真济先辈会参加安尼吼，所以
甲咱指导吼，啊嘛足感谢遮个吼，所以为我开始学台语，遮拢是我的贵人吼，系啊，遮大家真正拢甲咱指导吼，啊甲咱无小骹手安尼甲咱教吼，啊所以就是感谢吼，感谢以上遮个，嘿啊，因为咱有遮济高人啦，所以我着用这个传播链吼。感觉爱互传出去，毋是咱家己遮个高人教就好吼，所以就开始直直开课，开始教台语啦吼。啊，其实这个教台语，伫阮日头花迄个拄成立的时，阮就家己有去做啊，吼。迄阵2008年吼，阮第一届教台语课，教室敢若5个人尔，我甲一遐去分迄落单啊，互人去招生，拢无招着外口人，结果是。家己的朋友啊，一对母仔囝，一对翁仔某，啊，甲一个好朋友，安尼5个人，你就知影台语足歹招人的吼。所以为迄个艰苦安尼体会，但是愈感觉讲需要做，因为咱知影的人都无做，毋知影的人要哪会做？啊，台语就只有一条死的路尔吼，咱毋愿安尼啦吼。所以落尾就全精神吼，阮就用日头花即个基础，啊，直每一个所在会当开课的所在就直直去吼，所以遮你看到的就是我一路安尼来吼，就是即摆最近有教伦敦的吼，美东遮线顶遮啦吼，嘛望讲后壁遮会当搁较济的机会啦。啊，这是我人物教室诶，开始咧教台语，你看人拢少少啊吼。啊，阮嘛有办一寡演讲啦吼，啊，这是王明德来遮，嘿啊，这阮除了遮的时间吼教课以外，阮嘛有带文化活动。亲像就是这去熟悉平埔族，嘿啊，啊，逐期阮拢会叫学生做伙去吼，嘿啊，遮真正足欢喜的，这当最近的代志尔。咱嘛为着这30年的这周刊吼，啊，一群人来到这个日头花园区吼，伫遮吼，我真正感觉新人新气力啦吼。即下呢，咱知影这个虾米吼，因安尼带领这群人，互咱感觉吼。足安慰，足有气力安尼吼，所以即工阮足欢喜，虽然做甲天拢暗啊吼，嘿，毋过真欢喜啦吼，嘿，好啊，所以就是大家安尼吼，就是嘛做伙去完成一个真无简单的代志。啊，有打伫头前遐个骹步，咱知影这是龙光兄因进前做的，吼，啊后壁遮个少年安尼接起来吼，这真正是上好的走礼礼啦吼，嘿，接力赛，好啊，遮就是我一路安尼来吼，为什么要去读册，拢是为着台语啦吼。嘿，啊有受着鼓励吼，啊遮拢是一寡伫个过程中吼，咱认真去做，啊无意中的修成吼，像即个是一个迄个新团长吼，嘿，啊其实爱感谢人足济啦吼，伫个学术上当然爱感谢我的指导教授蒋伟文吼，啊搁这2位就是我的考试教授，啊搁我高师大的所长吼，伊带我入去咱社区大学吼，啊虽然我伫社区大学学着。啊，我尾仔阁有机会入去社区大学吼，所以这拢是咱所长互我的机会。嘿，啊会当出版遮个册嘛是真侪人斗相共吼，所以做这物件吼，只有一条合作的路吼，啊遮咱这条路要行，应该甲每一个气力会当出的遮个人的力，拢甲一做伙吼。我这本出来这就是咱学员每一个来学台语的人，拢请因写因第一摆的台语文章，啊我甲伊出版出来安尼吼。所以遮个出版的记录其实拢足无简单的吼，啊嘛无啥物资源，咱就是安尼甲伊出来吼，嘿啊感觉真欢喜啦吼，像这台语绘本嘛是咱一路安尼做的吼，所以有无到有吼，是为2个人，一个上古早基础就是想要做，一个想要做的人，佮找到一个想要做的人，啊佮找到一个想要做的人，啊咱一直去敲揣，咱就会做这物件吼。所以像阮这安尼一群，这就是阮日头花的教室吼。顶完遮嘛有一个日头花，这拢无意中诶。我伫咧号这个名进前诶时，我都有即张图啊，嘿啊，啊所以会感觉讲啊，号做日头花嘛是真欢喜啦。伊是一个光明诶、灿烂诶，拢光诶所在去诶，迄款诶感受。嘿啊，所以就是伫遮嘛，真侪读册会，真侪伫遮学台语诶吼，泡咖啡诶拢有啦吼。嘿，这是一个教室。啊，当然后壁遮，咱其实就是望讲，咱台湾囡仔是欢喜的啦吼，头脑是好的啦吼，所以我创意教材就是拢即款画图啦，吼，心色啦，跳舞啦，唱歌啦吼，嘿，啊，就一个物件，互囡仔莫感觉你家己压迫，我互伊感觉伊在耍吼，所以我的方式大概就是用即个方式安尼来
来介绍我的物件安尼吼。啊，所以咱今仔日遮的人吼，都、就是一个一个吼，拢是咱超出去着的啦，吼。啊，我即马第一位要介绍的就是甘米醋，米醋这啊吼，人拢叫米醋伊啊吼，真正是无简单吼，有关年岁啊，毋过呢，伊真认真啦吼。所以咱即马咱就请米醋这啊吼来讲，你是安怎伫即个讲台语的吼，啊了后你变做想要来写台语安尼状况之下，嘿，安尼咱请米醋这啊开来讲，米醋感这啊，谢老师啊吼，啊嘿感谢线顶逐个嘿啊，台语的老前辈啦。对我来讲吼，应该我是呾入来即个台语文内底呾同半，吼啊算开是一个菜鸟啦。啊老师吼，今仔日有拄仔甲安排即个讲来讲是安怎，遮个年纪啊，遮个年岁啊。甲会拄仔好，要搁入来学台语。啊，其实细汉阮家庭个拢讲台语啊，台语对我来讲应该是足简单的啦，搁嘛足溜力的啦。吼啊，但是讲实在啊，俺就是我今年拄仔70，我68岁入来社台开始，吼，迄阵俺所接触的拢是华语的文章啦。啊，讲要甲伊临时要用台语文来写台语话，哦，这真正是大挑战。啊，拄仔哈，真拄仔拄好，因为阮囝婿伊嘛伫社台伫教老在回村，哦，就是老有重修的课程。啊，伊就拢讲妈妈，你若想无聊，咱敢毋来社台看你想要参加哪伙课程啊？我想讲，迄逐项拢袂晓，我若台语的。有开台语班啊，啊，所以阮囝婿就甲我报名，哦，啊，我去拄仔好报伫金华老师去班，啊，那老师讲的，迄阵嘛东半前嘛还袂足踊跃呢，我搁因为我徛伫路竹到高雄拢总敢若车停开汽车吼，我搁袂晓开，爱搁阮祖囝转送伊到遐嘛，若无塞车是半点钟，有塞车差不多爱40-50分钟啊。啊，结果报名，佮交阮2个母仔囝，阮祖囝讲，我若无甲恁斗落，恁开袂成，所以阮祖囝为着送我去读册，佮先煞佮做我的同学，安尼就对啦。啊，互我真啊足感念，讲金华老师吼，对母语的教，吼，遮尔坚持，遮尔吼，阮咧感觉讲，真正要找一个迄老师是无简单啦。啊，上了9月初3。2020年9月初3，阮第一节老师含阮见面讲话了，伊一直鼓励讲，啊，你着遮够讲，啊，所以若要进步会紧，着爱写，一定爱写。啊，我老师我着袂晓写，因为过去咱拢农家时代啊。伊讲无要紧啊，你囡仔的时阵吼，看做哪会，你着甲写出来。所以我第一篇写哪会呢？好产的，第二篇是扣河流。啊！我着摕互老师看，讲啊，这毋知是有成无？啊，着安尼吼，慢慢啊学。你讲白话语对咱来讲吼，阮这个也无受讲足深的教育啊。啊，所以吼，2-3节了吼，我着开始好要甲写。阮查囝讲安那，毋通搁写7字啊，看起来较老气，爱写较吼较好看咧。讲吼，啊要安怎好看？啊，我会当来分享。我这篇吼，差不多一个差不多1个月后，我写的作品啊，哦，这就是讲来读台语话，啊，麻烦老师吼，会当甲伊开出来。好，老师，来我来开。嗯，来，有看无？有看。这个吼。嘿啊，你会当往下来吼，这就是好，嘿，2020有看无？9月初3了，差不多1个月后吼，我写的吼。即讲来读写台语话，母语亲像阮老爸，牵阮学行学讲话。今年岁数68，半工认真来读册。细汉华语有学过，
台语在讲嘛无问题。文语表达煞客气，罗马语来学详细。遮做嘛较凉细啊凉细。台湾咱的出生地，咱啉台湾水，咱泡台湾茶，毋通当做是过客。奉劝年轻的少年家，无语咱爱听少父母话，无语放弃就爱吹，接讲接练一定会，接讲接练无问题，听写听听讲，讲读写为讨会，欢喜接受免怨册，文化传承，就靠咱逐个。哦，这边是我差不多一个月后，从咱来学台语的心声，哦，啊对俺母语的一点仔望啊，老师定讲一句话来讲，毋免烦恼你的年纪，哦，年纪较有诶，你着来做政治，哦，无一定讲要求恁着爱去认证哪会安尼啦，啊，所以我嘛是用着。要来做一个小小的政治的精神，对老师开始吼，你讲安尼白话语认真学，一定吼足认真安尼，逐工都伫遐背，逐工伫遐写，若像俺较早伫读国校安尼吼，跑摸安尼一直来安尼，就是这就是讲，我来接触台语了，我所写，啊到目前为止呢，我当段以来，到现在差不多写有70篇的作品啦，哦，啊嘛，这个过程吼，真歹讲啊，拄仔搁当着疫情嘛，哦，啊所以我学个月过了，阮查囝，我若写着讲叫伊甲我一做伙后尾啊。我留一寡物件通互恁，妈妈啊，阮祖囝讲安那伊讲，你爱开始学电脑，学拍字，啊，你所家己学的家己的物件，家己用，哦，诚是你买一只电脑转来，开始讲要叫我学拍啦，啊学用啊，啊这吼电脑对我来讲，即要70岁啊，完全是足外行的啊，尾啊吼，我嘛有我的办法，因为手机啊我真够啊，啊，得按手机啊内底拍白话语，啊，甲来电脑辅助啊，得用即部，所以吼，慢慢啊学，慢慢啊学，总是电脑吼，有哪互我学开，吼，即目前恁看到这含白话语拢嘛我家写的吼，啊，但是你学电脑吼，我感觉吼足硬斗的，啊，所以我嘛将学电脑吼。心声吼，有甲伊写开啦吼，搁写一篇吼，就是电脑的初学记吼，我有哪搁来念互大家听一下，嘿，这电脑的初学记，最近轻写台语诗，要用电脑来管理，逐项毋捌拄开始。爱找少年仔来请示，别人70古来稀，我是70当出世，拄出世。电脑倒前学开机，鸟鼠仔用着袂惯势，着点2下档案才会开。字盘鸟鼠仔学选字。选文字，台罗注音英文走相味，脑筋混沌定袂记，写好的文章煞放弃，毋知欠对倒位去，想要问囡仔歹开喙，讲伊拢有教过啊，学袂晓怪家己。念甲喙角会牵死，
民主尊严当半治，老伙仔反应较延迟，心情压杂也咽气，顾得姊妹赖三个顶世，个甜，食老互即只电脑底零治，即台电脑底零治，真心期待查某囝你。阿母啊，出交耍手机，糖仔游戏赖平台 FB， 这我拢嘛有熟悉，可见我也无白痴。你爱认耐心教，我会认真拍地基。总有一天，我会足爱伊爱即只电脑。这是讲吼，我伫学电脑的过程，我甲伊写做甲我的心声，甲我学习的学电脑的心情写出来啦吼。就是尾啊，我到真深深感觉电脑较好学，搁比安尼你学台文较好学啦。因为艰苦几个啦尔，安怎嘛是讲足够无啦，会晓通家己白话语切过来电脑甲伊收集开。以上这就是讲当半以来这我学台文的过去啦。有哪足感谢金华老师伊足有耐心的，因为这个虽然是当半，我有写70篇，我今年有家己搁再去金华老师遐，我讲我报幼幼班的，因为我无要认证，但是我今年就是去拍拼，要看会当到100篇的时阵，我有家己准备要甲伊集做一本册家己出版。我毋是要做一个讲外交，毋是，这是我唯一的希望，我要留互我的囡仔后尾又看到恁母虽然你逐工甲我送去到高雄，讲惊我读一节就读袂落，无啦，我不但读会落搁写一本后尾通互恁做纪念。以上这就是讲我学习的过程，感谢逐位前辈会听堂啊，嘛欢喜恁逐个拢做，逐个会当踮遮逐个共同来分享，谢谢。感谢，咱甲美小姐啊真正足无简单的咱阁爬到3楼所以为着美小姐啊阮社区大学甲教授刷来2楼，甲台语教授刷来2楼系啊，即摆阁看伊安尼有迄个目标啊，真正足欢喜所以会晓书写的台湾人，无分年岁，你有心拢会使安尼好，即摆接续咱要绍介即位就是咱李文陈丽文老师伊为即个开始学台语听伊无啥会晓讲台语，到即马呢，叫今仔日为早起主持英文讲课到现此时真正是看伊进步啦互伊家己讲伊即个写来投稿就选迄个算讲迄个文学赏迄个过程啦嘿，咱拍拍欢迎陈丽文老师。多谢大家。我先开我的迄个档案。大家敢有看到我的迄个资料？还未出来有啊。好，其实这一路行过来我拢感觉是足奥妙的即个因缘啦嘛是算讲有撞到好的老师啦。我目前着即段拢感觉真奥妙，就是我当初毋是报老师的班，我是报毋着结果老师真厉害，硬去甲迄个高师大迄个语文中心一直回到尾仔，变成我真正变伊的学生。是啊。这实在是真奥妙啦这是那个会有会翻译安怎？
日文你继续讲，好，我继续讲。对，应该是无关。好，来，日文你继续讲。好，我继续讲吼。嗯。等者吼，来。好，所以我拄有讲着讲，其实我学台语是因为我迄段时间我实在太无聊诶，我只是想讲无啥物语量，所以才来上课所以我是一个真平凡诶家庭主妇啦。要讲有啥物较大诶啥物目标啥是无所以讲会当行上即条路是，我感觉是真神奇好，过来，其实我当着老师了，我就开始学台语因为老师的鼓励因为老师是一个足厉害诶，足优秀就本来无爱考，互伊讲甲好，无就来考试因为安尼就为着要通过考试，因为迄阵我是报迄个清大考试嘛，所以较无简单，想要即届就好过。所以我伫2014学台语到当安尼嘛要8档毋过我就是伫7月份学，我可能11月份我就通过，就上时我就伫2014我就开始一直伫老师的鼓励我就一直写物件写，就反正愈写愈济，愈写愈有成绩一般咧想讲文学是一个敢咱足遥远的，咱可能连懵拢毋敢懵的哪会知影讲会当写甲安尼？所以我有定时拢会定讲其实咱的才情家己的灵魂拢知影。毋过上届感谢就是讲，我自细汉讲母语，毋过到大汉，因为规个教育就是互阮感觉，互我啦感觉讲，就是无水准的人咧讲的，就爱讲华语较会较高尚。所以其实我伫学台语的时阵，我已经对台语是已经足生分啦。佮因为安尼这7档外来，我一直甲我的迄个母语的迄个能力捡倒来，所以我嘛真感谢讲原来所有的遮音缘其实拢是母语赏赐互我的即个缘分啦好来所以伫遮自我开始去对着金花老师学台语若有啥物会当演出的我就尽量去配合所以这拢是我阁有参加一寡比如讲艺术家的团体也是讲迄个舞剧团拢是因为因可能需要有台语的专业的人员我就有即个缘分来参与嘛拢一路安尼行过来就是到写因的迄个台语的迄个剧本嘛参与即个演出这拢是舞台剧也是讲一寡迄个我感觉其实今仔日会当行到文学赏的门口啦，就是一路行来遮的生活真正是我的肥料，拢就是咱讲迄个养分迄个肥料啦所以我就将我这一路来所有的即个，比如讲我的故事我的心情我的想法，我有啥物望原来文学其实就是咧写我想要表达的一切我若无行上学台语的即条路，我真正毋知讲原来文学就是这大件生活所以我嘛感觉讲这足奥妙的，所以我若有生活中有任何的即个，比如讲我今仔足欢喜我就写起来我今仔日去上课，我有学着啥款的即个互我感觉有感受的，我就写起来上这嘛是我就感觉讲哇，原来每一个回忆拢是一个当下累积来，所以其实迄拢是我生命每一个当下上水的一面我就用安尼的语词甲表达出来，但是我无要用华语，因为我感觉华语其实因足侪人写，无需要咱毋过台语其实足侪人拢认为讲足侪会晓讲会晓讲无路用因为
根本就要死啊！因为咱就是无法度用文字甲留落来。那既然安尼，生命若到遮来，其实搬差嘛大一半。就像金华老师咧讲，咱着爱去做一寡对家己有帮助，对即个社会也是某一个领域是有帮助的。所以我着安尼一路无放弃啦。伫有条时嘛想讲写这个想要。就是看有诶无几个，那想想诶嘛毋对啊。就是因为拢无人要写，所以较会看有诶拢无几个。所以我嘛家己拢都比如讲鼓励家己，莫放弃。我已经学到遮来，我若甲放弃，其实该拍算，该无彩。所以我就感觉讲若是安尼，我就是透过所有诶即个比如讲学习也好，也是我。当着音乐，我拢家己做一个记录，就安尼写，所以我讲音乐是足巧妙诶，嘛是我感觉人生是足趣味诶所在，所以我有定时种像缘来，即个缘，我当着金华老师诶缘是啥物？我着有一寡想法，我着马搁写起来，毋过这拢袂互我白行，所以安尼一路行到遮来，我感觉做家己是。最重要诶代志，所以若是咱要做家己，毋过敢若有想法，毋过你无咧行动，其实嘛是共款，所以行动最重要。我着一路安尼伫写出侪物件，到甲有阵时若心情咧无好诶时阵，我着找无答案，所以即批是我伫咧有一段时间，我感觉我心情是足郁卒诶，毋过。找无答案诶时阵，我着家己搁电脑拍开，我着开始搁用咱诶台文，着甲写做一首诗，我着安尼一路安尼祷告，所以我感觉讲，我想要做一个台语人，嘛想要做一个连结者。台语毋是怂，台语是无互人发现伊诶水有偌水，所以我嘛家己有做一寡艺术品，我着甲我诶台语。共我做诶即个语文，我甲做结合，比如讲无共领域，咱即摆定做理论讲跨领域，所以我着甲伊写一首诗，挂即个作品安尼连结，嘛做展出，最后其实至少我后壁有入围诶这两首诗啦，是第一首是咧写我诶妈妈，我。家己老母已经过身啦，毋过伊诶规世人是足歹命诶，所以我着想讲，若是用母语来纪念我诶老母，其实我诶老母嘛是讲台语，所以我若写华语，就算讲我念互伊听，伊嘛听无。但是我即摆来学台语，我搁来用即个台语来写伊诶一世人诶生命，我感觉这是足有意义诶代志。想袂到有入围，我嘛足欢喜。最后就是去年因为疫情，我嘛用即个主题来写歹物仔。当然是无着想啦，但是我感觉讲，这拢是一路我行过，我感觉我嘛感觉讲，有受到即个肯定我家己嘛介有自信所以到遮来，我讲我是台语文学袂停止。搁咧 ing， 所以我伫遮我有找着我就是属于我家己诶迄个光影啦，嘛互真侪人看着我足无共诶一面。这一路我着讲，我嘛爱感谢我诶老师金花，嘛感谢母语唱书，互我遮赞诶即个舞台，感谢以上。好，感谢丽文真正是安尼啦，徛伫你会当出力的所在你认真去做信心就一届比一届搁较有安尼我嘛想起拄熟悉丽文的时我就捌招叶心讲，咱来招迄个美女来去食饭，逐个拢讲台语足爽诶，所以咱即马咱来找迄美女来逐个来做伙教台语、学台语咱互台语会当搁愈好安尼啦所以迄段时间真个是嘛安尼过来咱会当看着讲丽文是咱台湾网播投稿会真正量足大诶啦所以会当累积到即马伊会当行到文学省诶门口
真正是伊家己足认真、足打拼诶啦吼。啊，所以这一路安尼行来啦，咱即马嘛会当看到民报台语世界嘛有足侪伊诶文章吼。所以这拢是伊诶所做诶点点滴滴，伊家己对迄个美感啦，就会当经营诶吼。你看伊 FB 也是讲伊家己伫做。咱即马因为时间无济，敢若会当安尼讲者吼。阮差不多2、3工前请伊去升台吼，做一个2点钟诶演讲吼。哦，啊，着逐个听甲真正会当好啊，听伊念诗，啊，伊家己做迄配音音乐安尼啦吼。嘿，所以来感谢丽文吼，继续加油吼。好。啊，接下咱就要来请吼，叶心吼，叶心是咱即马现任吼台湾罗马字协会秘书长吼，嘿，真正开力真济吼，今仔日嘛无用规工诶吼，所以即马佫会当来遮吼，甲大家分享吼。啊，伊即马拄好完成伊诶论文吼，伊今仔日要绍介就是伊诶论文，真精彩吼，嘿，所以咱即马吼来甲时间交互叶心吼，来拨声甲伊欢迎一下。大家平安出头天。安尼，敢有看到我的 PPT？有期待呀，OK，有。好，金花老师招这个题目吼，我带一个吼，超找台文人吼，而且佫是迄种拍远的吼，我的论文真正是符合这个主题吼。我先绍介，我是现任的秘书，大乐会秘书长。阮中昼吼，拄啊好无用迄个28的活动，拄啊好结束尔吼。所以我也真赶啦吼。毋过一切吼，拢是伫上帝的暗算内底啦吼。虽然赶啦吼，毋过即个 timing 吼，伫这当中，我也介轻松啊。对啊，对吼。会走无？较会袂走咧。会走。你的 PPT 即马无去，你搁会重新分享哦。你搁重分享？安尼？无得走。安尼有无？无。敢有看到？无。无哦。你搁去迄个分享迄个所在。共用遐入去嘿。哦，安尼搁有啊？安尼搁有啊？我用安尼，我莫用全荧幕啊，我用安尼好啊。有诶全荧幕会袂叮当。有诶全荧幕会走无去啦吼。我今日要讲诶即个主题吼，就是因为我本身我家己我承认我是一个吼少年心老灵魂啊。我嘛爱听老人讲故啦。我也搁大志搁兴起啦。我迄阵咧设定即个论文诶题目诶时阵吼，其实即个结果含初期所想诶是完全是一个 big U-turn 吼，飞一个足大个诶吼。即个足大个，我家己嘛带一个，连我诶指导教授嘛是带一个吼。我诶指导教授是留学日本诶，然后我诶考试委员诶，就是清大诶迄个陈丽君教授，伊嘛是留学日本诶。是安怎我会去想着即个题目呢？毋是我想着诶。因为咱在座足侪吼，咱美国诶遮个朋友吼，遮个先进时代吼，拢是信主诶吼。我一直无法度去体会迄句话，讲叫做吼，咱还未认捌上帝时阵，其实上帝早就认捌咱啊。事实上真正是安尼哦，我真正心肝头插一个足大个啦，他会安尼啦吼。伫我上课诶时阵，老师去讲着即本册啦。老师去讲着即本叫做《民俗台湾》即本册吼。我想讲即本册到底是咧写啥货啦？我着去，我想讲我去图书馆甲掀看觅吼。我着发现一个人即个人叫做黄连发。伊虽然吼，是敢若32岁，着足少年着来过身啊吼。毋过伊拄啊含我即个白目诶个性吼，有淡薄仔关系。我会记我读册诶时阵吼，老师若叫我往东，我绝对甲往西。和阮老母咧讲话嘛共款，伊若叫我往东，我绝对是往西。所以我上课诶时阵，有当时我读册诶时阵，我家己想起来足恶妙。我是一个足白目诶学生，所以就算我即阵咧伫学校咧教册我看到学生吼，伫我诶眼中伊无白目，因为伊无我遐白目。所以伫我诶眼中，我所看到诶学生，逐个拢是足乖诶。伫即本册当中，我有看到即个人黄连发。
我去网络吼，台湾吼，咱咧写论文拢有一个叫做论文查询网吼，我著甲查，奇怪，较拢无即个人啊。我问阮老师讲，老师你敢捌看过即个人？伊讲嘛毋知影呢。吼，我著想讲，即个人的题目到底是会当做还是袂当做啊？吼。老师就讲，无你著做啊，无人做上好啊。我讲，哎哟，到即个时阵来，佫有迄个无人做的，确实真正吼，真正拢无人做伊的题目吼。伊的题目总共吼，讲实在吼，无济呢，较22篇尔呢。22篇伊到底是拢写啥物货？伊所写的物件吼，既然吼是拢含迄个因潮州有关系，伊是潮州人吼，伊所写的拢是咱逐个熟悉的啦，比如讲造型啦。好戏啦、关山歌啦、囡仔的佚佗啦，是儿童的迄个歌词啦，是风俗啦，是讲因遐农村的囡仔，因咧讲啥，因咧耍啥，因咧囡仔到底偌白目，因咧讲一寡囡仔的上言，讲民间故事，全部拢是讲因潮州的呢。我就甲老师问讲，这到底写一个啊？老师讲，你着去访谈啦，讲叫我去访谈，我讲搭死啊！头前也无人写过，也无人通去军队，嘛毋知要找啥物货，我真正足歹起头的呢。我一开始要写这论文的时阵吼，真正想甲烦恼啦吼，咧写我也写甲哭啊。我想我遮见笑死，有影讲写论文写甲哭，我去哭互阮老母听，我讲惨啊，毋知会毕业袂安尼啦。阮老母就讲你着祈祷啊。阮老母讲叫我祈祷啦，我讲要祈祷啥货？我甲你困难甲上帝讲啦。我就甲我困难甲上帝讲安尼，即摆我就讲无咱着约一个时间吼，要来潮州行搭啦，要去找朋友啦安尼。我前一暝吼，着差不多剩即个时阵咯，10点外11点啊吼，我着甲阮朋友讲，咱明仔载来恁潮州行搭吼，实在足奥妙的啊，我着交念吼，要困进前啊吼，我着交念，我甲上帝讲吼。主要说，我明仔载吼要去潮州呢，毋知要找啥物人呢？我即个论文的题目叫做黄连环呢，毋知写做圆还是扁啦。潮州的高人拢也无人捌伊啦，无要紧啦，我当做去遐佚佗啦。毋茫主要说吼，你看过我头前的道路，毋管我出去是安怎，我当做去佚佗。毋过上帝，你会引带我到要去的我要去的迄个所在，真正足奥妙。迄真正伫千算万算吼，都无像讲上帝算的遮尔准。全部行搭了，阮坐伫一间冰店咧食冰，朋友就甲迄个头家，因为迄头家是朋友熟识的，伊就甲讲，我甲你绍介，阮这个朋友叫做洪奕心，伊要来写一个咱潮州人的论文，迄个人叫做黄连发，我嘛毋知伊是啥物人呢，朋友就对迄个卖冰迄个头家安尼讲，阮就本来要走啊，迄个头家讲，来遮坐。伊讲叫阮来遐坐啦，我讲要讲啥货？伊讲，哎哟，你要写阮阿公的物件哦？可能阮三个人，阮三个人咧面对面坐，三角坐安尼，阮三个人落泪目睭安尼青盈盈的。我讲你讲啥？你讲一个。我讲你要找阮的物件？我讲你讲你啥物人啊？阿公哦，是有影无影？我讲哎哟，我随迄当时我随讲，我讲吼。感谢我的上帝，你看我的上帝偌厉害！我甲我的上帝讲吼，我要来写即个人的物件，竟然甲我带到恁兜门骹口呢，佮带到因孙仔遮来安尼，就安尼开始哦，这一连串的安尼，互你听甲会起价要赔。我逐工拢伫遐祈祷，讲主啊，这文字吼无我熬啦，遮的文字拢是对你来啦吼。就安尼安一只敲吹，伫遮访谈，伫遮找着遮的朋友，佮进一步。咱拢知影，伫咱台湾吼，即摆咱台湾上大间的叫做台湾文学馆吼，真正纸头无名，纸尾也无分，拢无即个黄连环的名。我着安尼吼，借即个机会安尼来大来发挥，甲即个问题吼，甲伊扩大。伊虽然是足小的问题，毋过呢，伊会当互我安尼吼，因为符合我的性，我就是一个少年，一个老灵魂，我透过行搭。透过访谈，甚至透过认捌即个黄连发伊的第一个后生，叫做黄基朴。我着问迄个共款个做老师，我着问即个黄老师，我讲请问吼，恁爸爸是安怎甲你号即个名安尼啦？伊讲吼，煞毋知影伫迄个1943年台湾第一遍的办即个世界的博览会伊就用即个名做号啥呢啦？
我就是足济互我学着即款吼，就是一般人毋知影，而且佫是足在地的即款的属于会当讲吼，为我量身定做的即个论文啦吼。虽然即个过程介济啦吼，因为伊拢写即个囡仔的生活，写囡仔安怎佚佗啦，写囡仔安怎吼，迄个记住啦，囡仔安怎白目啦，甚至囡仔吼伫这当中吼。你知影台湾的遮个农产物吼，山影足济嘛，阮兜嘛咧种山影，所以我一直永远会记哩即个黄连发伊所采集的一首即个简单的歌谣，甲简单的诗。伊讲吼，风若草，山影就到；风若吹，山影就长歪；山影黄，就面黄黄；若山影青，就面青青；山影过，就观察念伊对。哦。哎哟，那个写到遮尔斗大啦吼，搁我拢介意的呢吼我就想讲，伊吼即个人吼做代志有够认真诶，伊搁甲你解说哦，伊毋是干那安尼采集尔，伊搁甲你解说。伊讲吼，士大人拢袂用骂，咱诶台湾诶士大人吼，拢足有水准诶，伊拢用安尼苦劝诶。因咱知影物件食伤济，食过量拢无好。咱台湾人吼，拢对即个山影吼，感觉讲伊山影有毒，食伤济对即个皮肤无好。伊山影安尼黄，山影黄，你食伤济面会安尼黄好好所以安尼无好。迄个山影观察念伊大诶意思就是吼，咱食过头啦，这皮肤无好啦有人皮肤会痒啦，爱有过敏即款情形，伊都用安尼，所以你看袂着咱诶时代用骂诶方式。所以这着佫一再证明吼，咱其实是拢甲即个台语文吼来甲伊扭曲去啦吼。即个过程当中，虽然伫2020年甲2021年即2冬吼，全世界来讲其实是非常的无平静，嘛无平安。虽然咱拢知影讲这一切拢是伫上帝的掌握内底，毋过伫逐个拢感觉无好诶时阵吼，上帝对我上好，因为2020年甲2021年即2年吼，我拄啊好拢咧无用我诶论文，所以伫即当中我拄啊甲我诶论文嘛完成，甚至伫即个旧年诶5月份就是即个进入第3级诶时阵就是后壁我上个紧急诶时阵完全拢甲我诶时间拢全部拢放伫即个论文当中，嘛安尼吼嘛真顺时来摕着我诶硕士诶论文吼，真正吼目屎流嘛目屎滴吼，上计欢喜吼伊是我诶老母啦，我诶老母吼会感觉互伊感觉拢足荣耀，讲一个祖囝吼用台语搁写论文，而且吼即个访谈诶遮诶人物吼，拢是透过阮老母去甲我牵线因为我知影讲吼，就是爱找顶一线诶人才会当跳过国民党对台湾诶侮辱甲吞踏，就是爱跳过国民党诶时代去找咱顶一线诶甲咱真正这台语诶势力甲台语诶即个生命吼，拢总甲来甲传承落去。伊写诶拢是囡仔诶物件，我即摆就放一段影片吼，我甲遮个死诶物件我来变做活诶，我教囡仔安怎算这内底诶游戏毋知安尼敢看有？你去看嘛，你还袂放出来。等者吼，我搁另外分享一件吼。无，还佫伫 PPT。无，你诶声无去啊？是可能 video 无遐好放因为伊迄一日无来试看卖出来，有，嘿，无声啦。有，无声对。敢无声哦？无声。敢有看着看有影像？有影，细细安尼。有影吼，好，无安尼尔，无法度。即个。
即马有较大啊，啊，毋过无声。即摆无声。嘿，对。安尼看我 PPT 吼，安尼敢是嘿 PPT？就即马 PPT。好，无要紧，我简单解说，就是伊有记录囡仔安怎算，然后我甲即个囡仔安怎算，我甲起来，我伫咧教学当中，互囡仔去算，啊，囡仔嘛算了介欢喜，会当证明一项，就是讲，其实咱伫即个古早的时代，遮个物件爱跳过国民党，然后去找进前的物件，其实台语有真完整的即个文献，拢留伫日本时代。咱毋茫若诚侪会晓捌日语的人，会当去敲找即本民俗台湾内底的内容，共即个时期的日本时代的物件，伊记录介侪台语的物件、台语的生活、食食、甲佚佗的物件、甲地方的文化。这是一个起头。尾啊，搁做的代志吼，搁诚侪。所以尾后最后用一个 PPT 甲大家分享吼。耶稣吼，伊讲迄个咱要做的代志吼，搁真济啦吼，但是吼要做的人介少啦。伫马太福音内底，伊有安尼讲着吼，对门徒安尼讲啦吼，通修行的搁真济吼，要收割的工人吼真少，咱就是迄个咧收割的工人，所以毋茫咱逐个吼，拢会当一人做一点做一点安尼台语以后伊就是伊会当开出一大片吼，安尼剩上帝的即个无花果园，安尼遮尔丰盛的台语园地，这就是我今日简单的分享到遮，感谢。感谢热心吼，较好啊，真无简单为一个袂晓台语的人变做即马才讲台湾人啦吼，热心伊个有去投稿迄个高雄小故事嘛，拢着想吼，所以真认真伫台湾即个所在拍拼啦吼，嘿，咱嘛透过伊真侪呼吁，伊的学生嘛拢有安尼伫参与写作吼，嘿，所以这项工作应该是大家拢会使来做的啦吼。好，接续这个时间吼，咱就要来欢迎一个他乡外里的台湾人吼，伊人住伫苏格兰吼，伊转来台湾，阮熟悉，我发觉伊足有动力的，理念足好的吼，所以这边咱邀请伊来吼，咱来欢迎 Jenny， 来 Jenny， 请你。大家好，敢有看到我的迄个我分享的迄个跑团？有看到。有吗？搁是安怎我家己看无？看无，安尼你看你的 PPT，阮遮看有。恁遮看有吼。好。大家好，我是 Jenny Chan。因为其实足侪人拢会熟悉我是叫做 Jenny， 因为阮苏格兰有3个甲我共名、共姓、共字的单棍女，所以逐个人若要找我，讲我是苏格兰的 Jenny。我上好的朋友是迄个台语的迄个金曲歌王吼，伊叫严永能。伊有互我一个片名啦，我的片名叫做苏格兰上会晓干交的欧巴桑，对，就是无就是叫做阿文因老母。其实就是苏格兰上会晓干交迄个欧巴桑，大人就知影，就是我，就是 Jenny Chan 我本人啦吼。我其实我嘛毋是真，应该是讲我真会讲台语，但是我袂晓读，袂晓写，我就是一个青梅牛。我嘛毋知影讲我是安怎到即马会专心来做台湾的代志。其实我感觉应该是伫咧20当前，我过去即个苏格兰的时阵，上帝就互我一个启应。因为其实我伫咧20当前去到苏格兰时阵，我一落飞机的时阵，我看到迄个四周围的迄个状况，其实我细汉读册去明白到迄个 UK 迄个英国是无共款，完全无共款。因为阮人是苏格兰人，苏格兰甲英格兰是 Scotland is not England，OK？ 苏格兰人毋是英国人。我一落飞机，我看到我迄个状况就是哪会拢无迄个像London迄种的状况啊吼。我就一路伫遐哭因为拢做无，搁想老母啦我就哭了，我就坐伫咧迄个一个毋知影啥物人的门骹口吼。结果我哭了，我回头一看，是一个教会啦。我就弄问，我就入去内底，我就讲我呾来我一个人拢无熟悉，我要找一间
因为我是基督徒，我要找一间我听有的教会，因为其实 Scottish English 苏格兰的英文是足困难的，就是伊的腔足重的，有当时啊，我其实是真正一开始叫我听无，结果迄个牧师就甲我，伊迄个牧师讲出来英语，我是听有，是标准的英语，我就讲伊就问我讲我对倒来，我讲我对台湾来。我嘛迄时阵我心内想讲，应该嘛无真侪人知影台湾是倒位，足侪人拢甲我讲是Thailand， 毋是台湾，Thailand 安尼。结果迄个牧师竟然甲我讲Formosa， 我想讲you know my country, you know Formosa， 伊就甲我讲 Yeah，because 因为因的祖先有来台湾宣教。因迄个时阵就是叫台湾叫做 Formosa， 我就问因恁的祖先是啥物人？原来我来到即个教会是甘伟林牧师因后代的教会，甘伟林牧师大家拢嘛知影嘛吼，伊就是甲即个包括咧牧师做伙甲即个白话字啦吼，推销到即个台湾即个足侪贡献。就遐咧，我就伫遐开始聚会，慢慢因嘛是对我真照顾，开始就伫咧苏格兰遮生活安尼。到尾我就开始有甲遐个台湾人有一寡交流啦吼，慢慢知影讲其实苏格兰甲台湾的历史是真相像的，因为其实苏格兰人因伫咧300年前就去互英格兰人灭国，灭国呢，因嘛是有甲阮台湾经过共款的可怜的时代，就是因是规个王国去互灭国了，因嘛是有像阮的228，像阮的白色恐怖，因的文化、因的语言、因的所有的物件拢袂用出现，所以恁即马去看到迄个角架的迄个 Scottish tartan， 迄个布的迄个角架即个布啦，即种 tartan 是袂用出现的，嘛袂用讲苏格兰语，袂用讲 Scottish 的 Gaelic， 嘛袂用有任何甲苏格兰共款的文化。即个代志，苏格兰去用压迫差不多要300年，一直到1999年，就是要2000年的时阵，因才开始恢复家己的文化。所以其实苏格兰人因咧找找家己的文化，到即马嘛打20几年尔。但是我要讲的是，即20几年拄好我伫咧遐，到即马我看到是苏格兰人真正因做认真因其实走了比阮台湾人较紧，这我另外阁有时间，我再咱甲大家分享因是安怎咧甲因的文化找转来，就是安尼，所以我就开始感觉讲，其实若是讲苏格兰甲台湾有遮尔济的，因为伫咧150几年前，因就知影台湾，因就知影 Formosa，而且因阁甲阮共款有就共款的历史，安尼是毋是讲阮会当来甲苏格兰人介绍阮台湾人？所以伫咧遐呢，阮就开始有一个组织，阮就叫做台湾协会。即个编即个八仙菜是迄个演用人甲我画的，因为我迄阵就讲我想要专心来做台湾的代志甲台湾的文化迄个介绍互苏格兰人，嘛甲苏格兰的文化介绍互台湾安尼。所以用人伊就帮我一只翁仔。拢画甲足水的吼，就是顶悬就是阮的乐器啊，你会看到阮苏格兰的乐器吼，安尼就是中底就是阮的 pipe，Scottish 的迄个 bagpipe 安尼，其他的就是阮传统的用的即个乐器，用人伊就一只安尼甲我画，所以阮若要就是伫咧苏格兰要办活动的时阵，阮的迄个一入门的所在，阮就甲即个八仙菜挂伫咧顶悬安尼，大家即个苏格兰人看入来，拢会感觉真稀奇这就是阮的苏格兰台湾协会的即个 logo，就是用这中即个就是阮苏格兰的国花 Teasel，边仔两边这就是台湾的迄个台湾的 Formosa Lily， 对。阮协会除了是做即个文化的活动了，阮阁有每一档拢阁有做其他的代志，就是阮拢会放电影，阮的电影的迄个活动就是叫做 Sing Taiwan，Seeing the Beauty of Taiwan 安尼。其实一开始是拢要放台湾电影，到尾阮即马拢爱放人权电影，就是放迄个
甲人权有关系，甲二二八有关系，甲白色恐怖有关系。嘿，所以阮旧年阮咧办就是有办一个第69封的批，就是写迄个以前228去互枪杀的一个查囡仔政治犯的故事。过来就是因为阮苏格兰是欧洲第一个就是 LGBT friendly 的society。迄个时阵阮就是台湾嘛是正做亚洲第一个承认 LGBT 会当get married 的国家，所以阮就是每一档6月，阮会甲阮 local 遮的 LGBT 的团体做伙合办做者活动。对伊嘛对台湾是真有兴趣啦。嘿，过来就是是安怎？我会开始慢慢对台湾这个物件愈来愈有兴趣，就是讲，伫我要嫁过进前的，我要嫁过的进前吼，要出发来苏格兰前一天吼，阮阿公吼就甲我叫去房间内吼，甲我手牵咧啦吼，意思是讲，因为即个祖孙爱一嫁才远安尼啦吼，伊就甲我问，伊啥物拢无甲我讲，伊就甲我讲一句话尔，嘿，伊就甲我讲，你无影袂记你是啥物人，嘿，对，你会永远会记得讲你是台湾人，因为你若袂记你是啥物人，你若袂记你是台湾人，你就会袂记你转来迄条路啦，嘿，你若袂记转来迄条路吼，等到有一天你想要转来的时阵吼，你就找无路，你就会放弃，你有可能你就死足孤单死伫咧他乡安尼意思啦。所以伊就是甲我讲，其实即句话伫咧阮英语内底嘛是足侪人安尼讲 ，Never forget who you are because it is the only way to lead you home。嘿，所以我就是因为阮阿公迄个阵安尼甲我讲，我一直袂记住嘛吼。我安怎会当，互我记伫咧讲我一直是台湾人，伫咧他乡爱安怎会当记台湾人，就是我就是若是有台湾人，我就是拢会讲台语，吼。阮兜呢，就变做讲，即20几冬来吼，就是若是有留学生来苏格兰吼，我就拢会邀请伊来阮兜，我拢会办桌，嘿，就是阮阿嬷迄阵讲，安尔话，阮这祖孙伫咧厝无咧洗碗，竟然即摆会晓办桌啦，嘿，就是因为就是因为我袂用袂记得我是啥物人嘛，嘿台湾人就是台湾人上亲切上迄落个就是讲台语。做伙来阮兜食饭桌，讲台语安尼吼。有当时我其实有当时有的人吼来阮兜，真趣味嘿。因为足侪少年囡仔慢慢拢袂晓讲台语吼。一踏入阮兜的门，我就是拢讲台语有一件有拄着一个，全部拢是讲华语的，甲我讲，哇 ，Jenny 姐你怎么会讲台语吼，我想讲无即摆要讲英语嘛是会使嘿。我人也甲伊问讲你是啥物意思啦吼。即个查囡仔讲要讲台语没有水准吼。阮人就讲，是安尼啦。因为其实苏格兰人也是British people， 因若要共口说，因拢袂讲足直接的，伊就甲即个查囡仔讲 ，You know what？ we are not the rubbish，we are not a recycling center。意思就是讲，你是粪扫阮兜无收粪扫，安尼。但是意思就是讲，阮兜毋是资源回收厂你若是粪扫，你爱去别位我就伫遐笑迄个查囡仔听无啦。我就是讲吼，其实我拄迄个开始，我就感觉讲，是安怎一直到即个少年是因的心内，佫是认为讲台语就是无水准安尼吼。也是讲，因为我常也是我嘛是爱家己检讨有当时嘛是3、5句拢是干交，但是问题是应该是安尼讲吼，有当时一寡情绪吼，你对我毋知影逐个人对干交的
的想法是啥物？因为当时啊，你若是要反抗即个压迫者，你无啥物武器通好反抗的时阵，其实干交是弱势的人上有法度摕出来武器尔。对弱势的人来讲，对伊用干交来讲，伊只是伊摕无出啥物物件，伊才会当干交尔。所以如果你若搁对弱势的人搁无法度，搁无法互伊干交，那是伤残忍嘛。所以我其实所以我就是真做。所以用人来甲我讲，我是苏格兰上项干交我送，因为我无认为干交是一个无好的代志啦。但是爱看场合吼。Anyway， 就是我著伫遐，我著开始就是拢会讲台语啊，办桌嘛吼，所以伫遐逐个人著拢会来阮兜安尼啊，请就是足侪人来阮兜啊，食饭啊，讲台语，我著感觉讲，我就是会知影讲哦，其实people all get together, then that's where you're home, okay? And then it feels like then you make me feel like it is who we are. 就是阮逐个人做伙来食饭，做伙讲台语，做伙来食物件呢，互我家己佫会记讲，我就是台湾人。嘿，对。甲我慢慢会去踏入即个台湾的世界是。真正嘛是，真正我是感觉真是上帝就安排，因为我头拄有讲过嘛，我一开始去，我就是去甘梅林牧师的即个教会，啊，到尾阮搬厝，阮搬去到 Edinburgh， 啊 ，Edinburgh 遮呢，我到尾到苏格兰的迄个长老教会总会集会，啊，这个愈严重啊，吼，就是即个总会内底吼，我就是熟悉马阿哥的伊的迄个。叫做干仔孙啦吼，啊，伊迄阵真趣味，伊就是伊想要知影讲伊的阿祖是咧创啥物，伊的阿公是咧创啥物，所以伊就来找我，伊就问讲，你敢知影嘛？啊个啊，伊想要转来台湾看新罗教会，看台湾安尼，所以阮就对遐开始，我就知影讲，原来。伫阮教会内底有遮尔济以前长老教会的牧师的后代，比如讲是像李修牧师，啊，甲即个头拄讲 William Campbell 甘梅林牧师、马个牧师，啊，个迄个 Elizabeth Ferguson 就是伊就是台湾第一个西医，做囡仔的西医，就是甲台湾做迄个Children and Women's Hospital， 啊，过来就是Elisa，大人真无熟悉伊，但是伊即嘛是一个奇迹，因为我就是头拄讲，我就是去拍剑道啊，然后伫咧高雄的武德殿后壁有带因翁啊甲因囝，啊Elisa伊就是甲迄个马街牧师教台文的老师，所以我觉得咱时间真足一个哦，吼。反正我就是熟悉这个后代了，我就感觉讲，我应该爱甲即个白话字搁带转来苏格兰，安尼，所以我即马开始要做的就是利用即个教会以前的代志，啊，甲白话字甲伊带转来阮苏格兰，啊，甲家己转去遐会当开课安尼，所以我嘛是真感谢金辉老师甲我教真济，啊，我未来。会想要利用介绍遮个人，安尼，互大家搁认捌苏格兰甲台湾安尼，对，啊，真感谢大家啦吼，啊，阮英国人讲诶，就是 home is where your heart belongs to， 啊，高雄嘛，就是我是真正是我的故乡啊，所以不管行到地，我拢是知影我是高雄人，我是台湾人，啊，我即满毋是青蛙牛啊，我会晓读会晓写，对，多谢。感谢Jenny吼，真认真啦。阮是伫社区大学伊来学吼，我就看出伊的企图心吼，啊，真正伫咧短时间啊去参加台语认证，啊嘛甲伊考过呢吼。虽然罗马字啊佫无甲伊熟较足熟，但是台语的考试伊佫考会过啦吼。真正台湾人的金底，啊，这学期佫继续来学啦吼。所以真正是未来要做一个正港台湾人吼，伊即马当地出绘本吼。咱后盖好好来看伊的绘本安尼吼。好，来啊，接线呢，吼，咱就要来小解陈文哲老师吼。我伫遐足无简单呢，阮伫读迄个
单位遐的迄个乡事补给，我读几啊届啊吼。啊，毋过呢，读到文德遐参加的时候，哇，有一个足好的修行，就是伊会真正去找迄地名，去世界去行，去找迄个地名，啊，甲故事，就甲迄本册安尼连结吼。嘿，所以咱即马来用普声欢迎吼，文德兄来讲伊行大乡事补给的卡者吼。文德兄，时间交互你。多谢啊。足欢喜会当做遮济啊！咱国内国外的迄落台语人吼，来遮逐个三角讨论安尼。我要讲的是讲，我读这个迄种四补件吼，过去也行到吼。我要先来看，先来讲我读乡四补件的感想就对啊。因为这本册互我足大的迄种，我感觉这咱是讲一个事外就对啊。因为我较早咧读一寡迄落咱台湾的历史吼，迄种华语的，啊后真诶后假，嘛毋是讲真诶假，有诶写真正足含。啊，着陈伟老师吼有即本吼，会当讲单从即咱台湾正港诶真正诶历史，甲用做历史诶小说写出来安尼。吼啊，其他咧佫有陈伟老师伫遮吼，安尼，哦，我感觉我心情嘛足激动，足欢喜诶。啊，若听逐个他指教吼，我先用我诶 PowerPoint 咧。安尼有看到？有。有看到啊？安尼我先来讲，我看迄个乡事补给的感想哦。遮吼乡事补给吼，我上大的印象就是伫即个第二点这吼，就是讲着故事内底讲着番仔客，啊了后北部族的人、西拉雅的人，因有番仔客，结果因尾仔拢改做汉姓，汉姓了后因后代的人。不但将这番仔客甲等于边仔了后，去做一本讲话做因的祖先是对中国来对一搭对一搭安尼。当我对起来吼，即本册我上感想的就是讲，这它是真正台湾人的真个历史啦。吼，有诶人明明就是北部的尾啊是上祖先对中国来啥，规个拢当啊错乱去安尼。啊，咱伫即册吼是看是表象安尼，内底哦伊诶真正诶内涵是安尼，但是吼，你若要我安尼甲走一撮安尼，走几啊撮安尼甲看起来吼，咱要会当看出来哦，外口咱去到遐会当看出来，就是讲看公界和宗祠，就是这两项诶对比啊。公界就是讲。希腊也叫做库啊，就是因那就因的公厝，咱因要祭典啦，还是讲因的公厝哦，大家要参详代志啥离遐搭。啊，宗祠就是讲因迄是汉文化，从因的祖先因的啥老迄落，从因较早的祖先啊，都拢落安尼。啊，走过来了吼，会互你感觉讲，真正差足济啦吼。这就是番仔客啦。倒手边这篇哦，这就是迄个啊，做迄阵啊，还足早，希腊雅的时，迄个荷兰人的时，诶番仔客，拢还阁有迄个啊做，还阁有迄个啊做啥？迄个白话字的翻译。啊，正手边这就是到尾啊，清国时代的时，迄个大武拢的这代因两个番仔客。啊，若要对比吼，我走找起来吼。迄种啊做因的比较吼，就是想讲像这啦，这就是公界啦，倒手边这就是公界。啊，因后来，你像这个也做乡事补给吼，内底讲啊，甲一秀里黄家一秀里遐个黄家的宗祠哦，就是去安尼啦。啊，因内底就比吼，你写吼，写讲因的迄落吼，嘛是写。本族来台太祖为金庸讲啥物话安尼，拢写讲是对祖先来，拢完全无被北部的迄落对啊。这就是吼，离即本
这本册互我足大诶感想，就是讲，看就是安尼，这就是讲正讲台湾人真正诶迄个历史啊。啊，你像因这个写吼，嘛是拢写甲迄个文言文诶，拢写拢共款，拢写即种诶啦。搁来就是讲，搁来有一个吼足重要诶，就是讲，因拢会对迄个啥呢？对改汉姓了吼，当开始就规个拢走出来啊。即我伫迄个也做阮高雄吼，四海爷因了吼，伊咧壁顶有做迄种展览吼，马赛克诶这吼，伊就记录讲因四海爷人安怎号因诶姓，比如讲姓，因诶也做翁氏，啊因就变做拢取一个音会下汉字诶，就变姓黄，啊像这杜甫就变步，吼，啊姓朱诶。读书就变猪安尼，哦，可无所以因足是姓吼，足奇怪，你拢毋捌看过哦。像阮内门啊，也有姓车的、姓力的、姓东的，东西南北东，啊有姓基的、姓基下的基哦，足济，啊有姓岳的、姓赖的、姓道的，吼，啊姓老、姓温的，啊其实吼，伊的迄个五官吼，真正含咱差含迄落去白地人吼差足济。啊，其实咱有足济，你看咱台湾人足济人吼，有迄足一种，咱就讲五官吼较深厚，像迄落风水宝记内底吼，我上欣赏吼，咱老师咧写安怎写讲，迄查某人拢头顶戴红布巾。穿跨布衫，下跨布会通裙，还有一个大腹肚的，用爱囡仔、爱细汉囡仔、爱细汉囡仔伫胸前，迄目睭是两颗深读的优秀水。哦，我感觉这哦真正写到有够水就对啦，从伊咧拢写到有够好，这完全咯，就是拢真正台语的迄落对啦。啊，像过来这嘛我熟悉，这伫迄阿里馆吼，因大夫拢的吼，因伊的五官就是拢安尼，伊嘛知影，阮若请伊咧讲咧甲阮讲解的时阵吼，伊嘛拢先讲一句，讲话做讲，啊我就是烦啊安尼啊，逐个也来是讲免笑，我知影恁拢安尼叫，真无赖。过来，啊，像这吼，咧嘉义吼，一个二八事件打过，这个看袂懂陷害哦，这个吼，这个陈定波吼，其实咯，伊拢毋捌讲啊，其实伊这看就是知影讲是白部做的，迄足明显的。好，啊，即摆来吼，我讲我去找找迄落啊，做咱乡事补给的卡车吼，上重要即本册内底就是咧讲着讲。一定爱先了解即个台南才即搭吼，即西史补给的讲着西史补给，一定爱了解着讲即个站轮溪吼，站轮溪后来经过遐个所在，遮个所在安尼，他会当知影规个故事吼，伊个，我著去亲近即个故事就对啊。吼，比如讲因是对大内比仔骹。开始伊就当分做两边，一个西史补给，伊当去迄麻豆翻啊了，啊了后去客家呢，啊东史补给就是讲来到即个也做玉井南西才去搭，迄个也做二社呀，啊了他佫过迄个教仙的步啊了安尼。我先来讲，我第一个去找找迄个也做比一个来讲，我先去找找迄个也做，即个也做米仔卡，伫即个册内底吼，伫85页3页写讲有一个啥，互一个即个做红掠去迄个
洪青湾伊嘛是安定人，较早用做菜农掠去关，啊，你一个地主黄沙连叫伊来做米仔卡，做爱长就对啦。吼，啊，故事就对遮开始的。就是我要找即个米仔卡吼，伊讲伫即个也做大内山上遐大巴年入山的番界啊。啊，我就去找资料，我找足济，找了后，尾后有找着讲米仔卡即个资料，吼，就是伫即个也做大内农会吼，伊遐有写着，伊遐有写着讲，伫因遐迄搭有头社名头、大山骹烧花啊、竹围顶。供吼阿入祖的公界，吼啊了后讲其中名头米仔骹顶地公界由头社公界讲出祭祀仪式日期啊入祖，了后我就去找迄个米仔骹就对啦。啊，但是吼去遐看伊的地图吼，就是敢若对即个啥名头来了后烧花啊、竹围。头社，但是就是无米仔卡，吼啊！我去找的时，了后，就去找先找这四个对啊，找了后，吼像这烧花啊，我入去了后，就去找着这两个迄个公界对啊，或者烧花啊公界、竹围公界，啊了后，佫倒转来找这个也做头社公界、名头的公界，吼。上尾啊，安怎找呢？上尾啊，就是去到即个最头社才过吼，要走过来要去官田遐吼，就是伫遮即搭即个球场遮吼，正手边看伊牌啊有写一个做比亚卡公界啊，啊我就讲我入去遐看啦，啊真正就有当找着比亚卡公界，啊尾啊我当想啊，原来。比亚即摆共号比亚卡较早做比亚卡啦，迄个音怎啊走去对无？所以你看这就是吼，伊无用迄种啊做白话，是无用罗马音的关系啊。比亚卡怎啊走到对比亚卡去安尼？啊，过来就是讲像我会过去走几啊十逝啊，差不多拢过规半当拢咧走找遮个所在吼。有走找足侪位的啦，啊尾后我的感想就是安怎呢？我对想讲即个地图即个吼，对大内遮去到官田，啊，就拢走即个171线，171线拄啊切过麻豆了后，就拄啊去到学家遮规条路。结果我伫遐有发现一个代志吼，就是安怎呢？去到遐拢总即附近即条线出去了吼，附近遮拢总。有12个啊，做宗祠啦，12姓的宗祠啦。哦，比如讲一个啊做姓大的，一个姓食的，啊，过来就是姓李的、姓黄的、姓黄的，他做迄个讲的一秀李遐搭。哦，啊，过来就是姓庄的、姓陈的，啊，其中哦，你若像姓陈的大姓对无？抑佫有足侪只拢佫有分嘞，因佫毋知安怎分嘞，我嘛毋知影。啊，像这姓田的吼，嘛算足大姓，因嘛是伫遐有分嘞，分讲因另外别位佫抑佫有哦。啊，过来去到北门就姓吴的、姓侯的。啊，过来就是到北门遐抑佫有一个姓邱的。啊，而即其中一个姓林的吼，历史啊吼。伫迄将军的时啊吼，我会感觉遐搭就是咧讲施野甲，迄个施野甲因遐搭就是古早的施野甲，就是伫即个所在。啊，伊怎啊探过一条路过去到迄个学家遐。好，文丁兄，时间你接一个哦，吼。好，过来吼，过来就是讲，譬如讲去找到迄个也做换第二抓啦吼，第二个要找就是讲找迄个也做，找迄个也做，找即个也做，伊尾啊有来到即个也做啥番仔寮啦。
要找即个番仔寮，吼。番仔寮就是讲啊，做迄个后尾啊，讲伊迄个加金沙啦，加金沙啦，即个册内底无讲因咧，讲啊因咧要问讲啊因咧祖先因咧太祖公庆武是因咧是迄个加金沙是啥物所在？讲是主流庙南的南边的迄个做边仔对个，我着去遐找就对啊，去遐预找。尾啊，到迄个照伊迄条路推去哦，就是找到即个啊做，遮即搭就是加金沙，就是番仔寮的朝天宫。啊，伊的石碑佫有写哦，写讲番仔寮庄为搬豆口西南边，较早是平埔族住的所之番社，所以遮即搭就是像迄落啊，龙树宝记内底的写。哦，迄阵我去找着这有够欢喜的，啊，迄个砖头哦，真正，伊遮所有的砖头会当落入面哦，感觉迄个咱有迄时间段拢停伫遐，你会感觉讲来到一个所在哦，尤其到迄个公家的所在，我咧走的过程，我拢感觉若到迄个公家的所在哦，拢会互你心肝一种安尼足清净的足迄落对了。啊，过来看一寡讲，佮几分？时间15分钟啊吼。哦，我可能要，嘿，安尼好，安尼就以上遮啦吼。我若准讲，迄落我会讲后日咱拢会将遮个资料慢慢整理吼，要投稿大迄个做咱迄个做迄个台台湾人杂志啊，台湾网报啊，甲落大陆会交流道。啊，搁若准讲会使，搁要迄落金华老师哦，搁办一寡迄落活动，带人来实际遐行搭安尼啊。哦，以上啊，是。嘿，感谢文德兄吼，伊资料足济吼，咱这真正要听吼是看几啊点钟、几啊工拢听袂了，足认真诶啦吼。嘿，啊，伊正讲吼，为咱生活中读册会安尼延伸行搭出去吼，啊，搁要家己投稿吼，即款诶台湾人，你看咱安尼找着吼，真正足欢喜诶啦吼。嘿，好，啊，过来呢，咱就要来请一位上高变魔术诶台语老师。哇，这阮的幼稚吼，阮迄阵还袂伫台语界，阮少年20几岁时就熟悉啊。好，苏印德老师吼，因路德人来，啊，苏老师即马来，请你现身来变魔术一下。哦，苏老师。差嘛？啊？哦，我有开镜头。你跳出去哦，你有哦，有听到你的声，啊，你开音无？哦，好，我开者吼。嘿，因为苏老师，我得伊有分享资料吼，所以伊安尼甲咱开讲一下吼。嘿，来讲苏老师安怎带囡仔吼，啊写作投稿，嘿，啊伊家己本身用什么方法吼，爱同学变魔术，嘿。其实吼，我用较短时间啦吼，我做台语吼，就像个痟的安尼啦，就像个痟的啊，人吼毋做的咱叫起来做，啊，我带囡仔是差不多10当前，一个无意中，我叫囡仔吼，想讲叫伊来写，啊写的吼，敢若有一个草药破味啦，啊感觉讲袂歹呢，啊怎啊来甲投稿，啊无拍算当中吼，即马煞愈教吼愈兴趣，啊囡仔呢吼愈写愈侪，我甲统计起来，我即马目前这个手头吼有囡仔写作的作品吼超过1000首啦，啊另外吼，迄个台语招生的部分吼，有招3000囡仔，差不多有3000人，超过啦，吼过来吼，就是讲我家己吼，即马要求我家己做啥物工课呢？一日一首诗啦，我对去年2月21号开始，我就是写一首，每日拢一首诗，啊，首诗的内容呢，就是讲今仔日发生啥物代志，像今仔日日语法的活动，啊，我就写首日语法活动的诗，啊，我写诗毋安尼啦，原则上吼，我像个痟的安尼，就是讲，像今年的日语法迄天，我车驶咧去公山的日语法纪念公园，伫现场啊，就写一首诗，啊，伫遐现写。
啊，大约差不多才伫迄个2:28的时阵吼，伫遐迄个时间就开始写呢吼，啊，伫现场完成写手诗。啊，我每到一个所在，我拢会伫迄个所在，伫现场，就拢伫遐写手诗啊，对。哦，像讲我去湖口，啊，就甲写湖口老街。啊，我为着要迄个怎么讲吼，学宜兰腔哦，啊嘛像要写个安尼车驶吼。去到宜兰哦，啊因伫遐，迄听因讲宜兰，啊伊若要，我拢叫伊讲台语互我听诶吼。啊，若去到关庙吼，就去赛时啊买赛。啊，阮关庙人讲诶形形色色，恁讲阮无形无色安尼，啊，逐个伫遐笑甲安尼啦。啊，我今日呢吼，就是怎么讲吼，有一个主题，就是讲吼，失落诶青春啊，啊，消失诶母语，感觉足感慨。啊，早上早远，我就做家报诶吼，去阮诶幼稚园学校幼稚园，我就甲迄个主任讲吼，我要来讲故事变魔术给听啦。一开始入诶时，因拢讲华语，毋过我答应了呢吼，连因老师嘛惊着，吼，就拢变台语啊。迄囡仔吼，我有一块影片啊，就讲互囡仔吼，算了讲看魔术台语安尼。啊，过来最近算了讲吼，我马街来台湾登陆150周年，啊，真正是上帝恩典啦吼。透过淡水教会诶牧师吼，又邀请我写吼，马街台湾150周年，为着要做这个纪念啊，有一个庆典吼，啊，我写启英文，哦，我感觉足欢喜，就是讲这个我有份参与伫这个事工吼，实在是有那上帝恩典安尼啦。啊，我伫遮吼，因为时间，我爱拖伤济啦吼，像讲我是罗德人，我就写，我就去敲找罗德嘅故事，我有写足济罗德嘅故事安尼啦吼。啊，伫我文章内底吼，若拍我名，差不多有法度人去找着安尼啦吼。啊，像讲我咧教国中生咧吼，我是做家报诶，就是叫学校开课，互我教安尼啦吼。啊，学校是讲你要教啥，我就甲讲我诶理念有听。啊，就对小江山啦、大江山啦，吼，我拢有写。吼，啊，像讲吼，咱台湾就像马英九做总统了，啊，怎啊做甲哩啦，啊，就写走味诶台湾啦。啊，有写总统万岁啦，吼，像我写，搁有咱幸福高雄城啦，吼，啊，搁再来咧吼，有写吼伟大总统啦，吼，去考试。另外嘛有写较趣味诶台语调和歌啦，手指头歌我家己做，作词作曲啦吼，啊，有写12生肖啦，啊，另外就是讲吼，过去吼，淡南来少年诶时代吼，因为甲伊一个查某囡仔，啊，因为阮两个吼。互相有意爱，毋过父母呢吼无同意，所以嘛是有缘无分啦吼，迄拢真趣味。啊，搁有写吼，较早有几当前，阮后生要去食头路，啊，因要离开即个家庭，啊，就吼看伊离开诶情形，写首背影，即拢无时间通念，我就简单讲。啊，另外呢28，因为咱即摆啥物人乌白来庆祝28，所以我有写走味诶28啦吼。啊，像去到湖口呢吼，啊写首湖口老街，吼，啊若是可能纪实事呢吼，嘛是吼有哪针对这写啦吼，啊像讲最近台湾呢吼，囡仔生足少，啊我就写一个囡仔吼，啊这个囡仔感觉趣味趣味，我就嘛逐个听啦吼。无生囡仔真悲哀啦，一个囡仔有够歹，啊两个囡仔呢心情真无彩，3个囡仔还会使，4个囡仔笑嗨嗨，5个囡仔真好嗨，6个囡仔好找歹。啊，7个囡仔呢地人才，8个囡仔运气来，9个囡仔棒球赛，10个囡仔应全台，啊一单囡仔上帝爱，台湾需要囡仔吼，才会当吼，才袂迄啊，踢出国际舞台啦，哦，所以咧吼，我着安尼，算做讲吼，安尼想着啥就甲写啥吼，啊，因为我做爱罗马字吼，着写优美诶罗马字，啊有人吼，来阮诶路德教会吼，啊，着有一寡朋友，啊因着讲一寡见证。啊，我就甲写一首生命诶歌。我做礼拜时吼，我逐礼拜吼，每一个礼拜，牧师诶讲道诶题目，我拢写一首诗啦。像讲阮遮吼，一个旧家，我就甲写一个大写旧家，因为无时间通念，我会听啦吼。啊，所以吼，我迄个最后啦吼，我因为我时间无爱占伤济，
我迄天吼，第二礼拜讲吼，写一首阮的二礼拜的诗啦吼，我念了我就结束啦吼。我叫迄个题目叫做《台湾阿娘》吼，啊，足特别的，就即首诗我感觉足特别的是安那的，我用台语发成变做阿文，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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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阿文哦，恁真都听啊吼，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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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祖国归来拉三甲营野，搭伫台湾的城市甲田野。臭人耳的讲一声，互人心野。数万条的冤魂伫土手底压，哀爸叫母伫后叫耶稣甲王爷，无头外尸骨，互人等入荒野。乌云野早日头，长长的暗夜，悲惨的故事一页搁一页。啊，第二头，你有厝无亲情，你有路毋敢行，你有囝无老爸通听，你有红婿看袂着伊的形影。你逐工目屎准饭食，啥人知影你心内惊惶？阮毋知你的名，阮叫你台湾阿娘。好啦，因为时间暗吼，其实我足久无才换困啦，我是想讲，好，感谢吼。感谢好印迪老师啦吼，总是一路拍拼啦。阮安尼为较少年就熟悉，到即马头毛拢白啊吼，会当见证伊所付出认真的啦吼。啊，写足侪物件，咱嘛期待伊会当出版，还是讲有啥物所在，互咱会当看着安尼吼。嘿，啊，总是台语遮吼，伊所点指的吼，伊对学校遐个囡仔，啊，甲伊家己所示范的吼，真正咱真欢喜吼。台语就是嘿，爱安尼来请，逐个人拢像印迪老师安尼，佫会变魔术，佫愈好吼。今仔线顶就无法度啊啦吼。好，最后呢，咱就要来请周日英老师吼。林老师，伊的论文就是写白话字点点发光的人，吼，我感觉伊嘛是点点发光的人啦。总是伫后壁吼，安尼杀个做个安尼啦吼，啊做诚济代志吼，啊伊理念啊，甲人讲理念，甲阮的学生讲理念，伊真学生听接受度诚好啦吼。好，咱欢迎英兄吼。来，大家好吼，啊。讲来吼，我年纪诚大啦吼，啊，毋过咧我即个来开始参与即个母语吹哨即个阵营呢，讲也是诚短啦吼，是退休了，才开始有做遮个事工吼，啊，进前都是工厂内底吼，啊，一直拼经济吼，啊，不时咧出货安尼吼。啊，伫迄个期间呢，基本上我嘛是介意看一寡当初所谓的即个乡土文学的物件吼，但是咧吼，是迄个期间我是干那看尔吼，干那看对即个时代走吼，人若讲华语，我就对讲华语；讲台语就讲台语吼。拄着嘛是我要来写寡台语，毋过咧有一寡困难吼。所以咧，我开始退休了，会使讲开始我开始有进入即个要书写台语的即个网站啦吼。好，我即摆来放我的即个吼 PowerPoint 吼。敢有看到？看到。有看到吼，因为时间无介济啦吼，我十几分钟尔吼，所以我嘛是简单大家安尼轻松一个话题来讲就好啦吼。我一方面即个起头啦吼。即个一方面即个话头啦吼，一方面嘛当做讲是迄个吼，小可讲一寡开始行入即个吹哨母语的即个过程甲心情啦吼，甲心情吼。台语是我的母语，其实我自细汉就拢会晓讲啊，吼，拢会晓讲吼。
嘛有想要写吼，但是咧，就是迄阵我细汉我较接触的就是汉字啦，因为阮爸爸汉字是有加减捌过吼，所以我自细汉我就若有，伊无特别教我，毋过咧，咱做囡仔人吼，就是会对二嘛吼，个一寡迄个十五音啦，吼七音啦，吼，这属实我拢会晓，吼，这七音可能即摆少年听较无啊啦，吼，了后迄阵我嘛毋知影这代志，即款是好还歹，就反正反正啦吼，该兴趣加学就学啦吼，这了到我开始学着罗马字，我甲感受着讲咱浪费足侪时间，迄个切音呢，咱一般咱若要学汉字的人，搁学迄切音呢，有当时要学规冬的，爱学规冬的，安怎讲呢？因为伊用字来做音，用字来做音，所以咧，迄个咱要学音进前咧，煞足奇怪，煞电台先学字啊，先学字吼，咱若拄对一个拄开始学的人呢，佮写伊，咱想要画图咧，无遐简单吼。即摆当我即摆开始学着罗马字了，我就用罗马字甲对照落去，甲对照落去。其实要学遐切音的物件，毋免半点钟就学起啊，所以我就感受着讲，即个罗马字这个物件，来做咱的拼音较是对的。事实即摆嘛是差不多时势拢行安尼，即摆呢，我个有当时会想讲要来看人个写乡土文学的物件吼，会感觉讲嘛来甲写看觅呢，事实我连要写500字，坦白讲足困难，所以我嘛真佩服即个咱迄个陈瑞先的吼，当初毋知安怎写吼，当然我了后看到即个版本是已经有罗马字啊啦，我毋知影陈瑞先当初去写的是用罗马字还是用汉字啦吼，毋过以我个人的经验，坦白讲我阵500字我都写无，我学着罗马字是我退休了后，所以有当时感谢先拜必改咧，我是足慢的啦，足慢的，进前我完全毋知影罗马字，我比较较幸运的，就是讲我接触罗马字咧，我迄阵还毋知影啥物会较好的是咧，我第一个接触就是拄好白话字，阮个时代，即个罗马字有3种个竞争，一个就是头路白，一个就是迄个通用，一个是白话字，教部迄套还袂出来。我拄好比早一档，我开始学着白话字的时拄比教部迄套早一档，因为迄阵我当然因为一个机缘的关，我第一摆接触着白话字，我阵就感觉讲写台语安尼就对啊。安怎讲呢？因为我进前我还袂学着白话字进前呢，我家己写无嘛吼，我去看别人的文章呢，坦白讲，迄个时阵我感觉迄个罗马字的部分还无讲很死行，所以就是一寡作者咧，拢用一寡做一寡字来搭迄个写袂出来的即个台语，所以咧我定定看一本册就使摇啦，迄个摇，即个是去做啥物事爱摇，佮换另外一个作者咧，还佮另外换，还佮另外换，所以我阵一个感觉就是讲，咱台语若是安尼写法是无前途的。但是咧，因为上面我迄阵嘛工课无用啦吼，上面我毋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敢若知影讲这是行袂通的，但是我毋知影要怎解决。是了退休了后来接触到即个白话字，我甲感觉着，我讲安尼就对啊，迄阵所以咧，我迄个
接着白话字，迄阵我是参加即个金安的迄个台语本人呀，啊，一下有迄个陈泰仁老师一下讲啊，我拄仔一下听伊的课3点钟，我迄暝个随买册来看，迄暝我个随买册来看，啊了后要找老师，迄阵也无熟悉金华老师，所以我都去遐上课啊，所以咧，迄个我嘛毋知要对上啊，所以迄阵拢顶家己看啊，好佳在母语我家己会晓啊，我家己读着，我家己知影这就是母语的优势啦咱要学即个物件迄若一般人咧人母语毋是台语的人咧，伊若照即个罗马语的拼音拼对，伊家己毋知但是咱家己知那个写咧，即摆个念一摆，就知毋对，迄音就毋对了后，即3个版本佮竞争的是咧迄落我拄仔等于拄仔行入这台语界，迄阵我就感觉讲咱应该赶紧来救母语较紧压了时间，佮前要创了后我就开始甲了解真正发现讲真正也是爱白话字较对，安怎讲呢？你敢若即个白话字有一个时阵是130档的即个历史过来就是迄个咱过去的文献，就是拢遐个字过来咱的牧师咧拢是按国外来，因行达全世界，因所用的白话拢是白话字像拄仔迄个 Jenny 伊个讲因迄个苏格兰迄个遐有足侪白话字的文献但是咧，咱迄个教育部迄套是到过冬我入去开始来去参与台语的时咧过冬伊才出来即阵我嘛是想讲既然出来就是甲用啦咱也莫，因为我阵的心情就是讲莫踮即个所在来造成纷争就有政府有安尼做，咱就爱较顺的意思，所以拄仔出来时，我嘛是有一段时间，就用迄教育部迄套来去写文章，但是咧，一阵了我就发现，根本教育部无诚意要做这个代志这当然这就有批评着政府啦这过去嘛是安尼，无甲批评嘛是袂使啦第一，杨老师，你的迄个 PowerPoint 拢无叮当，你敢是爱换嘿？按来拢停留伫第2张。好，我小等我甲去看，咱先来看即张好来小等迄个拄仔讲到教育部迄套讲到教育部迄套就是因为伊有第一甲播放程式安尼有啥物无叮当第一伊要甲即个罗马字当作是字，当作拼音，所以咧即几档是迄个事实即方面的作品无侪事实作品无侪过来咧，就是讲伊无认真推送恁甲想2006年就开始有诶2006年就开始有但是到即摆偌久咱会晓罗马字诶人，事实讲也无几个无几个，讲一个较无客气、较集中会晓诶嘛，差不多咱一寡教会甲咱差不多咱即群遮尔其他诶人当然即摆即几档少年诶有一直搁加入这是有，但是就讲咱时代根本会使讲安尼无政府无倒杀这个物件即个所以咧我开始就
吼，个倒转来用白话字啊啦吼，吼用白话字个用吼。啊，即个期间呢，我就是有感受到即个书写的重要，吼。我迄落伫即个升大学读师资班的时，吼，读师资班，我着看因的图书馆，五楼的建筑物，二三四拢中国文学，啊，到第五楼较是外国册，啊，台湾呢，台湾文学一堆，伫第二楼，伫迄个毋知2楼还是3楼，安尼了一角啊，吼，一角啊，我算是中国文学内底。啊，即马迄是我拄仔去遐读册时，啊，我即马疫情这2冬前吼，我倒去看，伊诶内底布置搁改啊，连台湾文学都无去啊，伊拄仔甲下入去中国诶即个文学内底，比如讲伊搁要讲台湾哦，要淡地吹敢知影？是大清帝国海疆，大家知啦吼，海疆吼，就是讲大清帝国伊诶沿海诶所在，啊内底有一个所在叫做台湾，出去啊看，台湾消失去啊，哦，所以这个老师，你时间爱注意哦，即满12分钟啊吼。干嘛呢？我拄仔讲尔呢。啊，伊诶 PowerPoint 拢无叮当呢。来所以我迄阵了，我就有整一个期待啦，吼，讲咱的囡仔，吼，是毋是有机会来摕到诺贝尔文学奖，吼，所以就是讲，大家一定爱来写，吼，所以我即个期间我真鼓励人来写，吼，啊，迄个，来，啊，我就有甲即个过程，我所观察的吼，我甲归类五个过程啦，就是讲咱台语人若要救母语咧，爱过5关啦吼。第一关就是认同母语关吼。我常来听足侪人就是讲，啊，即马即个时代，咱爱学新的物件啦，国际化爱学英语啦吼。啊，母语迄较浓厚啊啦，迄毋免去了时间学迄啦。台湾人家己讲即个话哦，吼。第二关呢，就是书写关。我嘛拄着一寡人讲，啊，阮足够写啊，阮足够讲啊，啊，写要创啥？安尼，啊，写要创啊，就是因为政府机关伊无甲即个变做有路用，啊，一寡企业无甲变做这有路用，啊，所以一般人就讲啊，这无路用吼。啊，毋过咧，咱看一寡学者咧讲吼。无书写能力，就是落伍的代名词。这过去迄落蔡培慧嘛，捌讲过类似的话。老师，你爱较紧的哦。45分啊。来第3就是互汉字说白。咱已经即个讲好啊，要写，但是嘛有人讲，啊，咱有汉字通写啊，但是即我的经验啦，真正我。真侪字我找无吼，搁来到即个罗马字版，罗马字版，啊，这就是到即摆还搁足侪搁争，要用9万罗，要用白话字，啊，为甚至迄个同样要搁有声音，所以咱会当行来到遮，坦白讲，咱已经是少数中的少数啊啦，所以我一个感受就是讲。咱有当时啊，小可意见无合，咱可能互相小可小可迄落尊重讨论一下啦吼。因为咱最近有当时啊会为着这个问题呢吼，安尼大家无欢喜吼。过来坚持使用，即我看了足侪甚至迄是咱台语前辈，啊，咱台语前辈有一个有一个个性啦，足客气啦。啊，所以咧，有当时是即个场合咧讲话时，人甲讲，啊，请说大家听得懂的话，伊就家己换讲华语啊，啊，所以即有这个观察呢，所以讲咱就即我一个小可一个感想啦吼，就是讲，咱呢毋通为着
一分袂合，咱来煞来变冤家。啊，过来咧，咱爱坚持坚持咱第一句爱讲母语，莫讲人间迄到对个，咱袂情着，敢叫讲对方袂晓讲台语，就敢实际袂晓讲，咱着讲华语，安尼咱的母语就无去啊。好，红瓜阮后摆也做歹势，我这个先讲到遮。好，多谢静老师吼。其实静老师有真侪理念啦吼，伊遮理念其实拢有写出来伫民报台语世界，嘛拢为本人录音啦吼。嘿，所以若有趣味的朋友，咱会当去点民报台语世界吼。伊这是一个电子报吼。老师拢真认真，伊拢想到一个想法，伊就家写出来吼，投稿安尼吼。所以伊毋若家己是台湾人啦吼，陪伴阮遮的台语的学生吼，就是拢直直用即个鼓励的方式做互人看的方式啦吼。所以其实阮即个日头花即个工作室吼，若毋是伊安尼斗吹送吼，阮后壁遮拢无得收成吼。所以即马真正就是有足侪台语老师是阮安尼为日头花组织到大陆会到高师大到社区大学，就是规个源头其实都是为日头花遮出来啦吼。阮嘛鼓励真侪学生去读台湾硕士，嘿，亲像今仔日叶心甲日文拢是吼，就是讲迄个因对台语遮个拍拼啦吼，会当诚做咱所愿望的安尼吼。所以即马嘛是会感觉讲，我别人用罗马字改变我的人生，是因为罗马字改变。咱即马嘛是互人。互别人，互咱的学生，互咱身边的人，因为知影罗马字，伊嘛会改变伊的人生，调整伊的路线吼。我相信安尼是对咱的土地，对咱的声扫同会当甲伊救活安尼一个方式啦吼。好，安尼今仔日阮这几个就伫遮安尼讲到这个所在，毋知大家有啥物迄个意见，还是要讲交流的无？对阮的批评嘿。多谢金花老师吼，因为即马恁若总有啥物问题吼，恁会使举手吼。我逐个举手进前，因为我头拄有看到迄个陈瑞老师一直咧做笔记吼，所以我毋知影陈瑞老师伊敢要先回应，还是梁光遐敢要先回应，其他的人会使举手吼。OK。我说，好啦，梁光遐你敢要先讲？简单，我先讲两句，就哎呦，迄个陈瑞老师吼，我感觉讲今仔日吼，超出我的意料的好啦，吼，毋若甲讲看到讲大家对台湾遮拍拼吼，我实在是看到台湾的迄个生命力吼，足真啊强的吼，我60、70岁啊，搁去读硕士，这点我实在是爱甲大家学习啦，好，我先讲安尼，好。多谢。我来讲两句。这个文德兄这个问题，我先讲一个较小，我无确定我会袂记，所以先讲啦吼。这个关于这个农事补给内面的地名吼，这个问题，迄个我咧写以前咧找资料时，就是有想到这点吼，特别走去台北迄个国家图书馆吼，伊内底有真侪真特别的台湾的地图吼，特别是古早的台湾地图吼，而且伊迄个地图吼，迄个佫有1比1000迄个比例，毋是咱普通的1比20000、60万迄种比例，所以伊的地名真清楚，写甲真清楚。我迄阵有特别去遐找印迄个地图的 copy 出来，所以即个甲你即摆所看到的地图地名啥货可能有相差的所在啦，这是第一点所以你要找，你即摆要找算可能有较困难第二点就是来讲这个文学啦这个当然文学是一个艺术啦语言的艺术但是其实伊的
伊的功能吼，还是讲伊的价值吼，是无限伫即个艺术方面吼。啊，安怎讲呢？因为吼，咱若像讲比如来讲，即个英国人 Shakespeare 的文学啦，吼，咱会就一定直接甲即个英国人族群伊的即个集体记忆连做伙，吼，即个 Shakespeare 文学变做英国人集体记忆袂当分开的一部分，吼。啊，咱若是讲到即个美国南北战争，啊，咱嘛袂当甲即个文学、即个小说、即个Gone with the Wind分袂开，伊变做美国人南北战争的记忆的一部分，吼。即个例足侪啦，吼。啊，就是讲，即个文学、甲历史、甲即个族群的即个集体记忆吼，变做非常连结，合做一伙，分袂开的物件吼。毋过咱进一步来想吼，就是讲，即个文学甲历史的差伫对，吼啊，当然为族群集体的记忆即个角度来看吼，两项拢有需要啦，吼。虽然历史吼，伊的写法是讲，历史的作者是用第三者的身份来甲读者讲，哦，啥物时阵发生啥物代志，啥物种种吼。啊，这是若要用形容词，就讲就是较无血、无肉、无骨的历史啦，吼。啊，你若讲用文学来写历史，吼，亲像即本《乡土宝记》安尼，即款的即个探视吼，伊是要作者是要请即个读者入去迄个200几冬的时阵会经过的社会，吼，要甲你请入去遐，袂需要讲，互你看到即200几冬伊经过的中间，迄阵的人所生活的迄个社会安尼，吼，所以会使讲是讲要互你变做历史变做有血有肉安尼啦，迄款的啦，吼，迄款的试验就对啦，吼，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感想啦，吼，啊，真多谢文德兄安尼遮认真吼，啊，这个我想咱台湾文学吼，愈发展了后，啊，愈来就变做真正的咱台湾人的集体记忆，吼，每一本小说、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吼，拢变做集起来，变做咱台湾人足宝贵的真正的台湾人的集体记忆，吼。啊，还一点吼，要回答即个日英兄有问到，甲先有问到，我迄阵开始写台文的用字的问题，敢是吼？啊，我会记得迄阵开始写的时阵是用即个像咱即摆台湾伫路边看到即个台语的扛棒，用汉字写的扛棒，迄种写法啦吼。啊，梁公兄叫做火星字，家叫做火星字啦吼，就是哦，即个百家村内底即个对话拢是用火星字写，啊，过来才开始用汉字来写啦吼。啊，我当时看过去的手稿吼，啊，感觉写啊实在是无难无难啦吼。毋过吼，迄嘛是一个真好的起点啦吼。多谢大家。多谢多谢，老师吼，啊，恁准讲有其他的人吼有感想要回应，是有问题要问吼，拢会使举手。今仔应该因为讲的人真侪啦，哦，即马有迄个阿关举手，过来迄个苏轼举手，嘿 ，OK， 阿关你先。平安吼，今仔个演讲真精彩。
啊，我想要讲，我是老台语瑞士台语社的阿娟，就是我发现有今仔日找着足侪乡属补给的，就是共款有兴趣的朋友。啊，因为阮即马就是有咧做单位台语本学读册会，有咧做一个新的 podcast，就是拢是用单位老师的作品吼，毋若是乡属补给，啊，佮有伊的底篇小说后盖可能佮会有论述性的文章等等。啊，目前阮是为乡属补给开始，所以若有趣味吼，要来内底演，就是阮来讲演做广播剧，啊，然后人要来演一个吼，伫内底。讲一两句话，还是讲一段话，迄种就是欢迎甲我联络，随时台语社的 FB 安尼，对安排录音的时间，阮就会甲恁联络，做伙来搬戏，安尼好无？啊，关于 podcast 叫做文学单位讲，吼，迄是对吼。所以恁若有兴趣会当甲伊联络。啊，即马我看苏轼举手，可能是苏轼的先生，迄个詹先生詹交流，你会使问，家己开麦句。呀吼，收到足丰富的迄个，但是我有四个吼建议啦。第一个建议讲吼，伊即个有个讲，坚持讲第一句吼，无台湾母语，我看者。啊，佫另外我佫一个感想就是讲，吼，咱即摆所有全台湾遮路啦、地方拢总用中国的名，咱应该改做咱原早的名。吼，这啊，佫过去咱爱增加咱台语的这个资源。吼啊，讲到遮，多谢。多谢，詹先生，你尾仔讲爱增加家己的啥物？就是吼，咱增加这个台语的资源，吼，就是讲，伊甲即摆台湾吼，是讲这个，就讲，迄个原住民吼，因拢有一个啥物会吼，委员会啦，啊，因拢有这个政府拢有足济迄个议员会，啊，咱台湾人。上济人，啊，但是问题，咱的资源上少。你讲的是资源 ，OK。对。就是这都爱对政府政府遐落开始啦，啊，佫希望讲大家拢开始尽量拢讲到落安尼，不管囡仔啥物的时候，啊，对安尼，大家拢坚持讲，开始大家讲到落安尼，啊，尤其是政治人物吼，逐摆若出来是讲选举的时候，应该尽量用到落去讲，安尼才会落去推散。多谢迄个詹先生、交流兄吼，咱即马迄个立英兄嘛是搁举手，嘿。迄个多谢吼，迄个我针对拄仔讲第一句讲母语咧吼，事实这我迄当去 LA 时吼，我一下实在拄着实在的感想啦吼。咱 LA 遐有迄个所谓的华人区嘛吼，啊，我一下搁踅街啦，好啊，迄遮买物件吼，华语拢会通无毋对，啊，逐个拢讲华语。但是咧，我一下个无意中个拄着2、3摆，拢讲台语，是安怎讲起的？一摆就是我甲阮小弟一路，阮两个当然阮兄弟讲台语，路边就一个行过来讲，恁台湾来哦，个另外一摆就是一个大卖场内底，我就看到因有土豆，有个卖土豆啦，我讲，怎个个卖土豆咧？边仔就一个甲我接住讲，你知影叫做土豆，你台湾来，所以历史安尼呢，其实我就感觉讲，咱是即个所谓的华人区，应该足侪台湾人伫遐，只是有可能咱因为造成一个印象讲，去到遐拢爱讲华语，遐店员也拢爱讲华语，有可能咱嘛是用甲伊讲华语，若假使讲，咱若第一句等于一种试探啦，
我先讲出来，啊，恁若听有诶，咱后手个刷的就是台语啊，若第一句听无，安尼有可能你着听无，迄阵咱要来讲华语、讲英语、讲啥话，较来讲，所以我等来台湾了后，我就是安尼甲对咱台湾这一寡点头也好啦大部分拢甲我讲台语咧，所以我想讲安尼，可能即句话可能咱可能会使大家来试看觅咧，多谢。杨兄嘿，迄个金花老师，你尾仔敢有要搁做一个收尾嘿？好，安尼我真正足感谢咱今仔日有即个机会来互大家安尼来讲一下嘛，较了解台湾，就是真母语还真歹远啦。所以拄则咱分享的学员嘛有讲，开课无够人，就有一摆斗互会使伫社区开课，真正一直拢是安尼这2年因为有较好，是因为即个高中才会使有台语课一节所以休热了，开学学期就会开始有，所以这嘛是会使有一个做价值的迄个，算讲因为价值有这个利益啦，会使安尼讲因为教育部就创安尼嘛，就是爱高中老师，所以伊有这个坎，互大家去台语认证来考安尼。所以最近是有较好一丝啦所以我嘛会当安尼讲，其实阮安尼伫超找，虽然是真歹远，毋过阮的核心价值依然是台语白话字啦。教育部台湾的教育部伊用的毋是白话字所以伊是创一个叫做闽罗啦。伊闽南语的迄种罗马字，阮定定甲阮的学生讲，咱到尾咱会当诚做家己是一个捌字的台湾人你一定就是爱捌白话字，所以咱即个蒋玉文教授，咱迄个语言测验中心有一个白话字的检定嘛有迄个全面台语认证，咱真正做拍拼所以读拄则苏老师伊叫做苏敖招啦，做敖招。我叫做陈好胆，就是足好胆，一直去开台语课。这其实伫台湾拢是真无可能做会到的啦但是阮就是有一个足明显的方向，就是台语爱救活，台湾人爱捌字。未来咱的囡仔若要参加文学赏譬如讲要参加诺贝尔文学奖，安尼呢，咱若是要写什么字才会得奖？当然嘛爱写台语所以语文本身就是有真深的文化啦，我相信这是咱大家今仔日会当安尼共同来遮大家来讲这个议题安尼啦所以伫偏远的这个年代，我为这个偏远的年代，就是细汉禁母语，到即嘛伫推广母语安尼所以是有真大的冲击啦。所以我的气力嘛算中安尼逐渐冲出来安尼阮会继续安尼做嘛是会袂停止。佫有一句我家己对我家己讲的话做台语的人无咧退休的啦。虽然阮嘛已经到退休的年岁，毋过是应该是袂退休啦，就是会用剩的时间，就是你会当做啥你就做所以阮继续会写台文，会佫超找台湾人安尼真感谢大家今仔会当伫遮相见互阮有这个机会安尼好，感谢大家。多谢金花老师咱即马咱今仔日就